今年嘅台湾灯会系伫土人，发通从2月22就开始到3月初六，系有14日研究嘅台湾灯会加入加行嘅新纪录。从系礼拜登起系有32公顷研发，还有主灯就26尺研高，也都系灯会嘅新纪录。另外，上礼拜28年假28假日，春日整起嘅系有369万人次，就系27年前日最多人次春日登起嘅新纪录。哈那土人客家人口差唔多有80万系客家泰人，禮拜燈會也特別規劃嚟客家登起。呢下就睇能客中響頭條嘅特派記者陳振祖去到台灣燈會客家登起去安安啊。今年的台灣燈會將喺桃園鬧熱開幕，現在那桃園有漸漸嘅為80萬的客人，故所主辦單位啊，今年咪特別規劃嘅一個客家主題燈會，一下呢現在嘅素材就係啲一個客家主題燈會入口素材。一般都鴉片呢，就是看到鴉片有動有客家特色嘅建築形式嘅門樓，佢順後呢還有油桐花，韓國客家百葉一條樂器嘅布擺。佢前頭前嘅啲入口素材還有兩位動燈形象，做定體現上面人工嘅啲啊分樣大家。來睇一下一個設計嘅人工嘅設計師係用嘅來設計嘅。像這個 CM， 他就是穿着我們以前穿的那個客家的藍衫，那他的腳呢是蹬那個翹頭鞋。那個這個 CM 狗還有這個很可愛的這隻小鳥阿九尖的這個鳥呢，跟我們客家莊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如果一個環境很乾淨，才會有阿九尖的出現，所以我就把阿九尖這個元素放在我們的客家文化館裡面。對啊，燈會啊，一行入來整出三個素材，就看到一個黃楊補天的花燈。其實啊，一個黃楊啊，同一行人的傳統節慶天上年有同層嘅關係。一個花燈啊，係主辦單位搶來嘅國寶級嘅大師陳祖勇先生來做嘅。佢陳祖勇先生佢就講啊，佢俾到一個黃楊嘅木柱，係用嘅幾點鐘將老器做出來嘅。故所一個木柱啊，看起來係特別嘅成法，大家假使來到一片啊，聽說係詳細款啊哦。韓國有一個長嘅葡萄高後啊，然後就看到這片嘅工廠有一個動態嘅用建設體來做造型嘅建築物，喺地圖到底係乜解喏？停定挨去看看啊！原來一地圖啊，其實係用3D 貼好韓國有電工書啊，為民眾感受到就像轉到路頭擺感覺。唔過啊，其實一地圖嘅費用係係動有現代感嘅哦。故所呢，動到民眾係係見拿定翕相機，為了翕相，為了感受一個動現代又動傳統嘅客家意象。第一個燈會地圖啊，除了有全國都看得到嘅客家文化以外，其實沒有動到較特別嘅主題哦。像一個布馬虎啊，一般來講係用牛皮客棧看得到嘅文化。唔過我嘅發展設計做動特別，就會做得同其強下來互通翕相哦。一個燈會地圖啊，演奏指導前特別嘅就係一個火風舞嘅發展。一個發展啊，唔單上規模動態，民眾做得直接行業一件舞嘅嘢舞堂都好，連一個真正啊防舞做前都有做出來。韓國啊，一個舞嘅後背一個花台沒有做出來，還做到太猛雜，為民眾好好來認識客人嘅建築風水文化。其實啦，一般嘅客家主題燈會地圖還有動到嘅發展同特別，民眾假使有閒，聽出來自家來體驗看下哦。